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7，诗篇51篇第1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。三甲来祈祷，用慈爱怜悯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有公义、公平的宇宙主宰，万有的上帝。你也是有丰盛的怜悯甲慈爱，会疼痛天父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天地拢是你所创造，万物拢属于你。原也是你所创造的，世间人伫你的面前，只有谦卑崇拜。主啊，阮是有罪的人，因为阮常常有意无意中间来得罪你，得失人。因为阮想要做的好，阮无去做；阮所无愿意的歹，阮偏偏去做。阮真是苦啊！主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，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阮的过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来到伊的面前，来承认咱是有罪的人，需要伊的慈爱怜悯咱，也照伊丰盛的慈悲撤销咱的过失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